明年大选伫要到啊，台北家家有一名受刑人争取伫咧家家投票，互这个选务机关拒绝，落尾提起行政诉讼，而且申请暂时处分。法院审理了后，裁准加处分，认定这选务机关伫官司有结果进前呢，要来到台北家家设投票所，才做头一站。法院裁准受刑人伫家家内面投票案例，中选会甲桃园市选委会表示会提出控告。不过，民间团体是认为讲，或者个受刑人挺好投票，毋那是因的人权，也会当帮助因未来出狱了后回到社会。台北家家有一个姓林的受刑人坐家，刑期也有8年外，想要参与明年的总统大选，所以争取投票权利。不过，互桃园市选委会拒绝，伊提出行政诉讼，而且申请加处分。法院12裁准暂时处分，爱选务机关伫诉讼确定进前，台北家家爱设投票所。若选举后，即使本案胜诉确定，选举权受侵害之结果已无法回复，有害于宪法保障民主原则与人民基本权利等情形，有防止重大损害及避免急迫危险之必要。裁定的理由除了认定被告胜诉的机会无低，而且有选举权煞无法度投票，也行动互人剥削权利。就算按照现行法规，受刑人会挂出条件，包括爱伫家家超过3个月，而且行踪要善良，就会使申请出家家来投票。但是法院认为，只要是国民拢有选举权人的身份，虽然无符合挂出规定，也应该有投票权，不应该加限制。我们的选罢法并没有类似外国不在籍投票，或者是所谓的缺席投票的制度。他进去投票的时候没有介护人员，他也不能够来携带这个械具。这样的情形，在你的维安有没有问题？这是台湾司法头一个案例，法院允准受刑人伫家家投票的裁定案件。税务机关表示会提出控告，不过民间团体看法是无同。因为犯法的代志，伊都有规定讲吼，袂使吼去做候选人，袂使去做公职。啊，不过伊伫2005年刑法修正时，褫夺公权的一定甲迄个免投票这件代志一定砍掉啊。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受刑人就是除了自由被剥夺之外，其他的权利就不应该被阻止。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这个见解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受刑人投票权。根据统计，全台的受刑人有55000人左右，有我一成的人甲户口刷到家家，即阵就有机会伫家家投票。伫美国、韩国这寡国家也已经有受刑人通投票的措施。民间团体认为受刑人投票是人权，也对因未来回来社会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